大熱暫時係2。好，嚟日開閘嘅時候啦，前面快閘嘅馬，中間係呢隻海船幸運嚟嘅。咁啊埋邊啦，紅奔飛翔冠寶區出邊紅衫呢，黃帽嗰隻呢係一生好彩啊！最初有2隻啊，南莊寶進城區喺最外邊噶，馬林中間粉紅袖粉紅帽美麗在線啊，中檔仲有捷足奔馳啦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咁啊分別有呢隻銘記之友醉風雲啊，尾3係超易穩啊，後邊2隻聖德福同埋旋風傳奇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個呢就係1000米嘅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係進城區嚟噶，第2位外邊啊南莊寶啦，埋邊第3嘅馬呢，仲有呢隻就紅奔飛翔啊，冠寶區第4銘記之友，第5、第6外邊呢就海船幸運綠色衫嘅，馬林中間粉紅袖粉紅帽美麗在線啊，出邊紅衫黃帽一生好彩啦，內欄大約尾5到啦，橙衫嗰匹係超易穩啊，後邊4隻醉風雲啦，捷足奔馳啦，尾二棗紅衫呢就聖德福啊，暫時殿後係旋風傳奇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進城區呢依然係擺咗喺前面放嘅，帶住入嚟呢，仲有呢隻就南莊寶啊，外邊冚啦，冠寶區啦，咁啊仲有海船幸運啦，偷入邊上喎，係銘記之友啊，外邊呢，仲有呢隻一生好彩啊，攝入去追，仲有隻超易穩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外邊啊，海船幸運上咗嚟喎，沿欄竄上有銘記之友啊，中間呢，咁啊仲有呢隻呢，就超易穩上緊啦，外邊一生好彩啊，最出嗰邊仲有醉風雲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超易穩撻着咗啦，臨門咁啊好輕鬆將呢隻海船幸運趕過咗，第3名嘅馬外邊醉風雲，第4名埋邊係銘記之友啊，咁啊睇下啲馬仔呢，大隻細隻都好大分別㗎。海船幸運出咗頭先，好細隻嘅，好大隻嘅超易穩，攬下就已經過佢啦。第3外邊追有醉風雲，第4名埋邊係銘記之友啊。今次賽前唞耐啲，超易穩想重發試翻火大閘，咁啊重開勝門啦，嗌到啦！跑第2名嗰啲外閃啊，末段海船幸運啦，輕磅醉風雲第3，銘記之友跑過第4。直路都塞咗一輪㗎，不過好彩呢，嗌到啦，手風順啊嘛，揾到位之後過前面嗰隻就贏得到啦。佢都跑得好有